你来帮了哪个？你帮小鹿在播吗？你播自己的吗？啊，我也帮他播。没电了吗？哦，有电了，电。Where you cameraman not speak cameraman 你要跳小的吗？那个多啊，很多啊。那个黑帐篷那个，吉祥祝福，就是很快的。黑帐篷吧？黑帐篷有对那个，你有吗？那翻一个超车去嘛。行。你刚才的人给电话。哎，跳西藏这个我发给你哈，黑帐篷，还有一个那个西藏锅庄。群里发一下嘛，群里。好，我发给你直接。你发给我了？没有发给那个，发给王青了。发给你了吗？在西藏锅庄。西藏锅庄那个7分钟，这个就刚刚加起来10多分钟，这儿加还有25分钟，还有5分钟的，还可以安排一个。这个绝对不要亏。跳不跳西校嘛？以前西校好像没跳。1.5吧，1.5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5分钟差不多。还有几分钟？这个这2个各加点10分钟，然后还有5分钟，刚刚就9点半，可以吗？7码5可以。我拍一点，没时间了，马上跳完了，还会被拍，这几天都没拍，短视频都没拍。每个人拍一点，现在每个人拍个10分钟、10秒钟、20秒钟算了。我以前每个人都拍1分钟，那拍短一点，每个人拍15秒吧。这李唐卓嘛，第2个，雍正的妹妹。
现在几点？9:2，还有9分钟。不能嘛，现在那么少。这个梅朵的装扮有点像刘娟，这个赤橙装扮，后面是佳木那个兰博啊，后面那个装扮，那个市场，这个八筒木穿电装的，来拍嘛，一个拍20秒。久而久之，慢慢的你就会了。看得多，做得多，然后你就会了。这里不需要花任何的学费，只要你来，只要你跳，每天就来跳就行了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不是看，是要学，是要跳。这我每个就拍了20秒都不到，20到25秒，这个拍完了，没拍完。今天哥哥没打。打的啊，到对面。这苏拉妈妈，苏拉的妈妈那儿跑了的，对面。
他爆了的。吹一下嘛。现在小罗跳得好好。他们也是讲道理的，你说就行了，他们也是讲道理，你多么一下这不好啊！你说就行了，咱也是讲道理。我懂你什么高兴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对吧？不，你应该说了，但汉族也是讲道理的，不是不讲道理的，对吧？这样真的。小人跳的好，跳的，我们跳的这样。前面去了。休息喽。你看这几个动作，尤其是加上整个身体的协调和动作，还有还好跑的是那个的啥，跟比我的家。只要跳得开心。哎，我把那个给你。啊？对，那个，对，香薰。谢谢。以前我没送过你啊。好的。这个很香的那种。哎呀，谢谢小妹生日。它不需要电，就直接打开之后就全香味儿。不需要电，直接打开就香味儿。我那没一，家里面有一个。你现在漂不漂亮？好不好看？看吧，这个。妈妈。因为灯光那边吵的话，就走得算快。昨天我看了几会儿就没声了，我去吃饭。好吧，好舒服啊！我这边好的。跳舞他们一般是吃饭。我没有吃的，我昨天到8点钟，来的时候8点半。上家以后就。最具体。他就说他走不上，吃饭了，上面去，马上就拍嘛。可以。马上就拍，走。走吧，现在就走吧。走吧，直接去那个商场。拍视频哦。走，早点走吧，等会晚上没时间了。
因为星期一嘛，要上课的嘛，上课的嘛。我就过来以后，我晚上没吃饭啊，9点了，要回去吗？要回去洗澡，回去吃饭。